左边，然后四位左边。右手边这里。记得2011年你来台北电影节的样子吗？那个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2011年，就是那些年，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影展的活动。对，记得我很紧张，其他都不太记得。那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吧。这是那个时候你们留下来在影展的时候留下来的画面，里面还有彩姐，然后有九把刀、柯震东，有一些回忆回来了吗？哦，没什么变啊。是，看起来是没什么变。啊，好。怎么刚才讲我要出道？他明明就一直吐槽什么稍微。问题可以专注在电影上面。没联络怎么知道会不会？没有，因为打喷嚏，跟崔先生没有什么关系，最近没有交流。我觉得最近的感触就是，你看哦，因为打喷嚏6年以上嘛，然后。人生很多很无常的事情，那包括我昨天有个导演好朋友过世，所以我会觉得，每个人都应该是对我来讲哈，我不会再感慨过去，也不会妄想未来。我觉得最重要是珍惜当下。那当下今天是台北电影节，我跟最棒的工作伙伴，还有我们的出品方一起，然后跟所有台北电影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这部片子。我会很珍惜跟享受现在此时此刻。我们没有聊到有关售票或票房，但我们都一直有在聊这件事情嘛。对，他也是蛮开心的，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现在有工作，所以他如果要回来也要独自在家。对，所以他可能就也没办法。对，我是有请他包场啊。很实际。对呀，以他现在的这种能力收入。所以他有没有就是约好说要包几场？我有问他，他就哈哈，那我会再询问他一下。